大家知道今日係父親節，亦都係教會嘅家庭主日。我哋鼓勵弟兄姊妹呢係一個家庭咁一齊參加崇拜。第四堂平時係比較少一啲，我諗兒童少年，或者未必係兒童少年，你係同你嘅家人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嘅家人一齊參加崇拜嘅。有冇咁嘅弟兄姊妹？你不如舉手俾我哋知道，你同家人一齊敬拜神嘅。你舉手俾我哋知道。感謝神俾我哋機會一齊嚟到去敬拜神。喺今次嘅主日，我哋特別喺第二、第三堂呢，就係冇咗平時嘅主日學、兒童嘅主學同埋兒童嘅崇拜，所以好多小朋友都一齊嚟到參加崇拜，好有熱鬧家庭嘅氣氛。我相信第四堂都有小部分嘅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喺度啦。教會嘅負責安排今次崇拜嘅同工就邀請我呢，係要喺講道之前要講一個故事嘅。咁所以無論你係小朋友大朋友都好，我哋帶住一個輕省嘅心，我哋一齊透過故事去思想。呢個故事係乜嘢呢？就係喺好遠好遠嘅地方有一個國王。呢個國王呢，佢有大片嘅土地，其中一部分土地種咗啲好高大嘅樹木，好高好高。呢個地方國王好中意喺裏面周圍散步，冇乜其他人敢入去呢個嘅地方。但係好多人都會問究竟有幾大呢？啲樹有幾高呢？究竟有幾高幾大呢？原來佢真係好高好大嘅，就係咁啦。好高大嘅樹木，呢個國王好中意喺裏面散步，一路咁樣行，享受嗰個環境。有一個僕人，佢好好奇，哇！咁大個森林，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呢？咁有一次佢靜靜地咧，就偷咗入去呢個嘅森林裏面，因為棵樹啲周圍嘅樹好大，一比較自己好細，就係咁啦。你睇唔睇到個人仔啊？可能要鏡頭近啲，你就會睇到都未定。一點個人，呢個全部係一棵樹嘅樹墩，呢個係樹墩嚟嘅。呢個人仔就喺側邊啦。呢個僕人見到，哇！真係好巨大嘅樹木，因此佢好開心，周圍行周圍行。後來行得好攰啦，因此呢，佢就好想瞓一瞓。當佢一瞓嘅時候醒咗，哇！好凍喎咁佢就話：不如點啲火，咁可以暖下個身啦咁。因此呢，佢就點啲火，擦，點着咗火，好暖啊咁。但你知道啦，喺森林裏面點火有啲咩危險啊？哇！成個森林都着晒火，哇！燒清光啲大樹，好多好巨大嘅樹木就燒清光啦。咁件事情當然國王知道之後呢，佢非常之憤怒啦。然後跟住呢，佢就快咁嚟到去叫個僕人嚟。你知唔知我啲樹木好貴重㗎？攞嚟做木材係非常之昂貴嘅。呢個僕人就好驚，國王就話：你要賠償。僕人就話：我冇錢啊，國王咁。冇錢啊？好啦，我將你太太、你嘅仔女全部賣晒做奴隸，賠錢俾我咁。呢個僕人好傷心，一路哀求呢個國王饒恕佢、寬恕佢。國王見到佢咁可憐，佢話：好啦，我憐憫你，你唔使賠償啦，你走啦咁。因此呢個僕人好開心，佢就快翻屋企啦。佢翻屋企嘅時候就諗起，其實我自己屋企都有個樹林啊，有個自己嘅小樹林，佢好中意。佢話翻到要第一時間要睇睇自己嘅樹林先咁。你估佢嘅樹林係點嘅？呢個係佢嘅小樹林啦，佢好中意，預備翻屋企咧，小心咁嚟到欣賞。但係未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
就遠處聽到佢嘅鄰居入咗佢屋企。一入到嘅時候，見到佢正係玩緊佢自己嘅小樹林，呢個僕人好唔開心，大聲呼喝佢：喂，你唔好搞我樹林啊！快啲放手，放手！咁呢個嘅鄰居真係放手喎，嚇咗一跳就放手啦。咁當然個樹林仔就打爛晒啦，啲樹仔就散到一地都係，嘣！跟住呢一個嘅僕人非常之憤怒，走埋去個鄰居嗰度，一抽佢件衫，捏住佢條頸，你快啲賠翻俾我咁。呢個嘅鄰居話俾佢知：你知啦，我食都冇得食，邊有錢賠俾你啊？咁冇錢賠啊，跟我去見官。一捉住佢就去見官，要求官將佢判落坐監。如果唔還翻錢俾佢，就唔准出監。呢件事情好快傳到俾國王嘅耳中，國王聽見好憤怒，因此再叫僕人嚟，再叫佢：點解你咁做咧？你豈唔係應該好似我憐恤你咁樣去憐恤你嘅鄰居咩？好，人嚟將佢拉去坐監，直至到佢還清賠償晒我嘅大樹林，你先可以出監。因此人就將佢捉咗去坐監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會記得，你一定會記得馬太福音第18章講過嘅故事。好快讀一讀俾大家聽。馬太福音18章講到一個唔饒恕人嘅惡僕。當時提到有一個嘅王，佢就同佢嘅僕人算賬啦。咁當時咧有一個人，佢欠咗主人1000萬銀子，幾多話？1000萬銀子。然後因為佢冇乜嘢償還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。呢個僕人就俯伏拜他說：主啊，寬容我，將來我都要還清。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咗啦，而且咧係免咗佢嘅債。呢個僕人後來出來，遇見佢一個同伴欠咗佢10兩銀子，幾多話？10兩銀子。便抽着他，捏住佢嘅喉嚨，說：你把所欠的還給我。佢嘅同伴就苦苦央求佢說：寬容我吧，將來我必還清嘅。但係佢唔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監裏，等他還了所欠的債。眾同伴呢就好憂愁，就將件事情話俾主人聽。於是主人叫他來，對他說：呢個惡奴才啊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咗啦。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，好似我憐恤你嗎？呢個主人就大怒啦，就將佢交給掌刑的，等他還清了所欠嘅債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啲時候喺家庭裏面，我哋感受家人俾我哋嘅愛護，我哋好感謝神。但同時有啲時候，家人會帶俾我哋一啲嘅傷害，但聖經鼓勵我哋去原諒。既然天父原諒我哋一切嘅過失，呢啲過失可能好似一個大樹林，但係你嘅家人對你一啲嘅傷害，相對嚟講可能只係一個小草苗。但係天父話俾我哋知道，你豈唔係應當憐恤你嘅家人，好似我憐恤你一樣嗎？當我哋講完呢個故事之後，我哋再思想聖經，我請大家同我再一齊祈禱。我哋求主喺我哋中間繼續帶領我哋。慈愛嘅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寬容我哋，我哋懂得去學習去寬容別人。因為你愛我哋，我哋懂得去愛別人。主，我哋感謝你設立咗家庭，家庭係愛嘅一個源頭，讓我哋在其中領受溫暖，領受保護，領受安全，領受愛。我哋求主幫助我哋自己都能夠成為愛嘅一個小嘅泉源，能夠將你嘅愛流露喺我哋家庭當中。求你教我哋寬容，求你教我哋忍耐，求你教我哋愛。喺呢段時間，當我哋打開你嘅聖經嘅時候，主啊，求你幫我哋能夠領受聖經，亦都靠着你去遵行你俾我哋嘅吩咐，以致我哋能夠得着你要俾我哋嘅愛嘅家庭生活。求你賜福呢段時間，保守我哋。
我哋祈禱仰望，奉主耶穌聖名求，阿門。我哋再打開聖經，聖經剛才讀過嘅哥林多前書其中嘅第13章。好多時候我哋喺婚禮當中會讀呢章嘅經文，我哋今日重溫其中嘅重點。好在喺家庭當中會有好多唔同嘅大小嘅困難，但係我哋好相信我哋嘅神係行奇事嘅神，佢能夠成為我哋嘅盼望，我哋嘅倚靠。喺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哋繼續咁忍耐住，全心咁去忍耐倚靠神，而一步步見到神好奇妙嘅工作喺我哋家庭裏面嚟到出現。因此喺哥林多前書13章第1至到第3節就強調，如果冇咗愛，其他一切嘅成就恩賜都係冇意思嘅。或者擺翻喺家庭講，今日好多嘅男士呢，佢哋好覺得如果工作冇乜成就，就係好失敗㗎啦。我記得一位嘅醫學院嘅老師曾經寫一篇嘅見證，佢話我本身係基督徒，因此我好重視我嘅家庭。喺工作上面神好賜福，因此佢嘅教學好成功，佢嘅研究好成功。上司好想提拔佢，邀請佢呢係升一個職位，但係佢自己考慮咗好耐之後，佢放棄呢個升職，因為佢想將時間分俾家庭。知道呢個升職之後，可能佢會唔能夠再陪伴到家人。有一次，一位嘅男士講，佢話我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其他人就好唔同意。佢話你做得咁好，各方面有咁好嘅成就，喺醫學院教書，社會地位咁高，點解你話自己失敗呢？佢話我都唔明白，我自己都唔明白，我總係感覺自己呢係不及人嘅。後來佢自己亦都有人幫助佢分析，原來佢感覺要能夠所謂成功，係必須全個人投身喺工作上面先係算成功嘅。佢雖然有好嘅成果，但係佢唔能夠全副精神擺喺工作上面，因為佢要分時間俾自己嘅家庭，所以佢覺得自己唔係成功。經過咗好長嘅時間，佢先能夠將個觀念轉變。原來冇將全部嘅精神擺喺工作上面，唔等於不成功。好多嘅男士將工作當為自己嘅個人嘅價值，因此一旦退休嘅時候，突然間發覺自己冇咗價值，因此好失落嘅感受。從呢件事情，我哋睇翻聖經所講，佢話如果我哋有好多嘅恩賜、才幹、能力，如果冇咗愛，大家睇第2節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不得什麼。英文嘅翻譯好好 ，I am nothing。或者另一句說話講，就一錢不值。就算好有成果、好有成就，但係佢生命當中冇愛人嘅心、愛人嘅表現，佢就係一錢不值。就算佢能夠服務好多嘅人，付出好大嘅代價，犧牲自己，卻沒有愛。第3節尾就講啦，仍然與我無益嘅，係冇益嘅。英文嘅翻譯話 I gain nothing， 或者話一無所有。最貧窮嘅情況就係一個好有社會地位成就，但係冇愛心嘅人。因為喺佢嘅生命裏面，喺永恆裏面，佢係極之貧窮。但係聖經就提到，唯有愛心係永遠長存嘅。大家再睇翻後面嘅第8節，佢話愛是永不止息嘅。就算有幾偉大嘅才幹，幾偉大嘅恩賜，去到新天新地嘅時候，呢一啲一切都冇用。先知講道之能，當時係無必要，因為大家都明白認識永恆嘅道理。嗰啲偉大嘅事情喺嗰個時候褪色啦、失色啦，但係唯有愛嘅價值係一路延續落去。所以先講愛係永不止息嘅。喺我哋家庭當中，特別作父親嘅，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嘅價值係在乎我能否透過愛心表現喺我嘅工作、喺我嘅家庭、喺我嘅人際關係上面。喺嗰個時候，你就係真正嘅成功。唔好以為你為家庭安排咗一個好舒適嘅環境，或者你能夠幫到你嘅子女，真係能夠可以升讀好重要嘅大學，
好有名嘅大學就去成功。背後如果唔係帶住愛心，呢啲一切都係冇價值。聖經好清楚講，愛係永不止息嘅。當我哋睇到聖經嘅第4到第7節，係我哋經常喺婚禮裏面提及嘅。一開始就講到愛是乜嘢啊？恆久忍耐。然後去到第7節最深尾，愛係凡事忍耐，從忍耐開始，從忍耐結束。真正嘅愛係一種恆久嘅忍耐。今日早上第2堂，潘牧師講道嘅時候提及佢咩忍耐呢？忍耐就係忍得夠耐。你唔好話忍你3分鐘啦，3分鐘之後唔好咁啦吓，咁嗰個唔係忍耐，係願意長久咁等候對方嘅改變。其實聖經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含義，有啲英文聖經直情翻譯做 Love is long suffering， 係長久受苦嘅。因為愛嘅緣故，樂意為對方嘅好處而受苦。教會有個甘心團契，大家知道，我哋見到當中好多嘅少年，佢哋自小有好多傷殘、傷健嘅問題，有啲係痙攣嘅。但係見到佢哋嘅父母不離不棄，一路咁照顧佢哋，就咁睇一睇佢哋嘅情況，你已經想像到背後幾艱辛。但係佢哋恆久忍耐住，自己受苦，因為愛嘅緣故，甘願為到自己孩子受苦，呢個係真正嘅愛。先講到愛嘅時候係好具體，愛係恆久忍耐，好願意為對方付出代價。但你話我忍到都忍得佢，不過好怒、好憤怒。呢個嘅忍耐裏面係帶住一種好不甘心嘅情況。我記得一位嘅太太對住個丈夫講：我忍你啊，我忍咗你10幾年啊，我仲繼續忍㗎。但係個先生聽到完全不是味道，因為知道呢個係一個好似好兇惡嘅一種表達。但係你睇翻嘅時候留心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忍耐必須加上恩慈，就算對方惡待自己，仍然對別人有恩慈。呢個係真正嘅愛。我見到有好多嘅家庭嘅例子，就係有一啲嘅家人好多嘅問題，帶俾家人好多嘅傷害。但係最終佢哋改變都係一個原因，就係家人不離不棄，繼續向佢表達嗰份嘅愛。雖然受到傷害，但仍話俾佢知，我哋仍然關心你。我見到一本書講到有5個所謂5個嘅重生嘅少女。呢5個嘅少女呢，佢哋過去都有好多好混亂嘅歷史，佢哋都試過坐監，有時吸毒，又試過未婚生子等等。其中一個就講，佢話我後來改變一個原因，當我被轉到去中途宿舍嘅時候，我以前係好厭煩我媽媽爸爸喺我側邊講嘢，但係竟然嗰段時間我自己坐監，但係爸爸媽媽仍然唔放棄我。佢哋常常嚟探我，帶住大包小包嘅物品俾我。然後喺放假嘅時候，可以有啲時間稍為出嚟開中途宿舍，佢哋親自嚟接佢翻屋企。然後跟住後來就送翻佢翻去。呢個少女15、16歲，佢話我突然間體會，其實我係被愛嘅。正因為咁，佢就有一種嘅決心，佢要改變自己。因為佢感受自己仍有人愛佢。佢就有決心去面對翻自己過去好多嘅錯失。後來佢成為咗個基督徒，亦都改變自己，重新做人。愛帶住好大嘅能力，係叫生命改變。因此聖經提到，愛係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但你發覺啲時候喺家庭當中有一樣事情係常常破壞愛嘅關係嘅。大家估到係乜嘢？發脾氣、鬧人，一旦去斥責、斥罵對方，成個關係就好似僵持咗，好唔開心噶啦。一對夫婦走去揾輔導員傾偈，
同輔導員講，佢話我最唔開心就係我仔鬧我。個仔咁細個10零歲就鬧媽媽，鬧到口沫飛橫咁嚟到鬧我接受唔到，佢好唔尊重我哋啊！呢個輔導員聽見佢咁講，就原來咁樣啊，怪之你哋咁辛苦啦咁。跟住再問佢，咁你哋先生像太太兩個人有啲咩唔開心嘅時候，你點樣待你先生嘅咧？咁呢個太太停一停，佢激嬲我咪鬧佢咯。跟住輔導員問個丈夫，佢點樣鬧你㗎？咁呢個丈夫就一路咁講出佢被太太責罵嘅時候嗰種嘅情況。佢太太都聽見又承認，係啊，我都係咁鬧佢。呢個輔導員就話：你覺得你個女兒識得咁樣鬧你哋係從邊度學翻嚟嘅咧？呢個太太好明白輔導員所問嘅問題背後嘅含義。佢話係嘅，我都影響咗我個女，影響咗我個仔。好多嘅少年人，佢哋學識點樣去爆火，係從邊度學翻嚟嘅呢？係從佢哋嘅父母去表達佢哋怒氣嘅方式學翻嚟嘅。因此好多時候，我哋唔可以太多嘅責怪，因為其實個因由喺自己度。但係我哋感謝神，或者我哋都受到上一輩影響。但係當我哋信主之後，神幫助我哋慢慢成熟，開始更加小心咁嚟到去控制自己嘅情緒。但係你都要幫助你嘅孩子學習點樣適當去表達怒氣。其中有2個方法。第一，當你發覺你嘅孩子或者你嘅親人、你嘅家人發嬲嘅時候，如果你又鬧翻佢轉頭，只係火上加油嘅啫。怒氣只會產生更多嘅怒氣，冇其他噶啦。佢發嬲，你話我嬲過佢，我大聲過佢，卒之大家就會喺好強烈嘅責罵當中，大家都唔開心。因此面對對方嘅怒氣嘅時候，第一，你試下聽下佢講乜嘢。哇，佢鬧緊我，仲聽？冇錯，你聽下佢。你試下聽下佢鬧乜嘢。好多時候，當你鬧翻轉頭嘅時候，你唔會聽得見佢講乜嘢嘅。你試下平復自己嘅心，試下聽佢講乜嘢。跟住第二樣嘢，你試下問下佢，你點解會嬲嘅？你意思係乜嘢啊？咁你發覺有人當佢發嬲嘅時候，有人聽佢講嘢，又再問佢，你點解會發嬲啊？咁佢個怒氣就會一路咁降落嚟。點解啊？因為佢覺得自己被人哋重視，佢嘅想法、佢嘅感受被人哋重視，因此佢開始覺得自己被尊重，佢嘅怒氣就放低。有一個嘅家庭，佢哋有幾個家庭學習一個方法，點樣處理家人之間大家彼此斥罵嘅發嬲嘅情況呢？佢哋就寫定一沓卡，呢啲卡咧全部寫同一個字，同一類嘅字嘅。沓卡裏面寫好簡單嘅說話，一開始嘅時候就寫，佢話我現在很生氣，我現在好嬲，但你可以放心，我不會攻擊你。可能我對你有些誤會，我需要你幫助。今天晚上可否坐下談一談？就係咁。當一個嘅家人突然間發覺自己俾人哋激嬲咗嘅時候，佢就平復咗自己嘅心，然後走去嗰度攞張卡出嚟，然後就遞俾佢，激嬲佢嗰個家人。然後跟住對方睇見，明白，收到。今晚食完飯，大家傾下。喺嗰個時候，將嗰啲怒氣暫時擺低，然後坐低嘅時候傾。一傾嘅時候，可能發現真係誤會咗對方。你試過誤會人、嬲錯人未啊？我試過。有啲時候一坐低一傾嘅時候，發覺原來咁嘅，對唔住啊。有啲時候的確係對方有啲嘢做一啲事情傷害咗你，但係當喺嗰種情況平復咁樣講嘅時候，對方會明白自己做嘅錯失，然後對唔住啊。喺嗰個時候去處理怒氣，而唔會因此有喺怒氣當中破壞關係。剛才講到嗰個輔導員提醒嗰對夫婦，就教呢個夫妻之間點嚟到去彼此處理自己嘅怒氣。
呢對夫婦後來講見證，佢話隔咗2個月之後，有一次佢兩個喺度成家人喺度食飯，食咗飯嘅時候，突然間個仔行開去，咩事咧咁？然後佢走去攞張卡嚟，一遞咗俾媽媽。媽媽一睇見，哦得明白。然後跟住佢哋食完飯之後就坐低傾，點解頭先嘅説話當中傷害咗自己嘅仔？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學習點嚟到去將自己嘅怒氣放低，因為愛係不輕易發怒。當你小心睇翻聖經嘅時候，聖經提醒我哋愛係恆久忍耐，佢哋最收尾凡事包容。包容嘅字當然表達緊一種遮蓋，係唔再計算人嘅惡，唔再去擺喺心裏面去包容咗、遮蓋咗嗰種嘅錯失。但同時有一個意思就係唔輕易咁放棄，繼續咁去忍耐住對方。呢種係包容。但係點能夠包容呢？因為凡事相信乜嘢？相信對方會改變嘅。唔去否定佢。如果你常常對住你嘅先生講，你永遠都係咁嘅，你嘅先生就心裏就諗，好啊，我就永遠俾你睇，你就好慘。如果你係愛佢嘅，你係會一種嘅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盡量學習去相信佢會改變，唔去輕易咁去否定佢。但係你嗰種相信背後嘅動力係因為盼望。我盼望我嘅神，佢係改變萬事嘅上帝，佢能夠改變佢，因此繼續鼓勵自己信任佢。喺信心當中，亦都鼓勵緊對方嚟到改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記得，我哋啱啱對上一個星期教會嘅佈道會，有一套嘅電影提到一位嘅少女，一位少女又嚟到我哋中間做見證嘅永心姊妹。佢講到佢自己喺過去嘅時候，好多好混亂嘅人生。佢以為父母唔理佢，因為父母好多時間出咗去外面公幹，冇時間陪伴佢。認為父母經常係要求佢做好多嘢，但係冇真正愛佢，因此自己喺屋企唔理屋企人，鬧屋企人，同屋企鬧翻咗。後來學校提佢，要佢自動退學。有一次呢個女兒出街，媽媽喺後邊，呢個女兒後來向住佢媽媽一路嘅取笑嘅媽媽之間好大嘅掙扎，直至到佢被學校要求退學之後，爸爸媽媽知道嘅情況好嚴重，因此爸爸就陪住佢去揾學校。雖然係基督徒嘅家庭，但係佢哋之間好少祈禱。喺嗰次，爸爸帶住佢嘅女為個女祈禱，然後話女啊，放心啦，睇下揾唔揾到間新嘅學校讀書啦。呢個女兒突然間好深刻嘅見到爸爸愛佢嘅，呢個爸爸亦都好深刻嘅向神祈禱，神啊，你幫助呢個女兒改變。後來呢個女兒有一種心靈裏面嘅力量，佢知道佢係被愛嘅，因此決心改變自己，重新讀翻書。當佢哋作見證嘅時候，一個好唔同嘅一個青年。神能夠改變生命嘅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相信呢位嘅上帝能夠改變你認為唔可以改變嘅家人，因此你可以凡事忍耐。聖經就係咁樣鼓勵我哋嘅心，喺愛當中嚟到去忍耐，嚟到去寬容，呢個係極其寶貴嘅。當然，當聖經裏面喺第4到第7節之間有好多嘅不是，聖經提愛是不自誇、不張狂、不做害羞嘅事、不求自己嘅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。我哋今日唔會詳細咁講，但你發覺聖經提到愛係願意謙卑咁去檢視自己嘅。如果佢愛人，就必須誠實咁去檢視自己。呢8個不好重要。幾時我哋生命出現咗呢一啲嘅不是，就係等於我哋冇愛心。如果你係嫉妒人嘅，你就失去愛心。而愛係不嫉妒嘅，愛係好願意接受自己太太嘅職位或者比自己高一啲，因此當佢升職嘅時候，全心為佢恭賀，好欣賞佢，好快樂。因此愛係不嫉妒嘅。當你再檢視自己嘅時候，以呢8個嘅不嚟到檢視自己，最終可能你要喺神嘅面前認罪，求神赦免你，
亦都要向人認罪，求人你嘅家人嚟到去寬容你。喺一種嘅寬容裏面，我哋產生到一種真正彼此相愛嘅家庭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大家都有自己嘅虧欠，我哋勇敢一啲去承認自己嘅不足，尋求家人對我哋嘅寬恕。唔單止你去寬恕人，別人亦都寬恕你。喺寬恕當中，愛重新出現喺你嘅家庭。我哋剛才一開始嘅時候講到嗰個國王，大家記得個故事。呢個國王見到個僕人嘅時候，佢話：你豈唔係應當憐恤你嘅朋友，好似我憐恤你嗎？我哋得罪神嗰個嘅程度，好似一棵大樹嘅森林，而人哋對我哋嘅傷害，相對嚟講，好似一啲樹苗。既然神赦免我哋嘅罪，寬容我哋嘅過犯，我哋豈唔係都應該學習去寬容、相愛我哋嘅家人，學習去愛佢哋，學習去接納佢哋。我哋一齊祈禱。